师来访问台湾，对台湾的抵制嘛是一波接一波。拄则英国来宣布禁止3种的农产品进口中国。农委会即摆等咧开记者会，把镜头刷到现场。特别说明清楚，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农委会这一边照顾农渔民的这一个角度，针对这一些受影响的，不管今天的石斑鱼、竹荚鱼跟所有的柑橘类，如果前面因为书中注册导致也受影响的，那我们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因应措施，具体来讲就是一些的资金贷款等。那等到可以顺利出口，那当然就没问题。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说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